各位朋友你好，今日又係阿 Ken 同大家傾下偈嘅時間啦。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兩個讀書嘅頻道喺 YouTube 裏邊，因為工作關係啦，成日都要預備一啲嘅廣告或者內容同朋友分享。咁但係又點樣揾到一啲適合嘅內容呢？咁不如睇下 YouTube 嘅書介紹啦。咁今日第一個想同大家分享嘅頻道呢，就係8分鐘一本書呢個頻道，作者呢就係書豪。咁佢喺裏邊呢，經常都會揾到一啲呢同50歲有關或者以上嘅朋友，心理上邊又或者係心理裏邊點樣去預備定自己退休。咁喺裏邊呢，都引用好多唔同嘅外國書籍去研究一下大腦嘅運作啊、思想嘅運作啊，又或者財富嘅運作啊，點樣令到我哋可以喺晚年退休呢，係可以過得比較輕鬆自在嘅。咁佢裏邊讀書嘅速度比較慢，適合一啲人想慢慢聽。咁我自己好中意呢個頻道呢，因為發現咗之後呢，原來對自己同埋對身邊嘅朋友呢都有好大嘅幫助，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花少少時間喺我嗰個連結裏邊去睇一睇呢一個咁好嘅讀書會啊。咁至於第二個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暢銷書精讀班呢個頻道嘅。咁呢個頻道裏邊所介紹嘅書呢，就比較闊啲啦，唔單止係同退休有關，咁好多時係一啲理財啊、身體健康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時事性啲嘅嘢。咁但係裏邊嘅作者雖然都係應該而家比較流行嘅用 AI 讀出書本嘅內容，咁但係都不乏呢揾到一啲比較偏門嘅書。咁最近自己聽咗，覺得都好值得去同大家分享呢，就係《孤獨才是最好的晚年》呢本書。咁呢本書同我之前去預備一啲退休講座啊，又或者同一啲退休人士分享嘅內容呢，有一啲新嘅啟發啊！即係點樣可以成日我哋話老咗之後要有啲社交啊，唔好脫離人群啊。咁呢個書嘅概念呢，係由日本一個作者親身嘅經歷去同讀者分享嘅。咁裏邊嘅概念，我覺得都幾創新。咁同埋有一啲位可能我哋都冇諗過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真係面對退休之後，咁年紀漸長，咁始終有一日都會走到自己剩翻一個人嘅時候，咁用乜嘢嘅心情同埋要預備啲乜嘢嘢去面對呢？咁日本呢一個老齡化社會，咁佢哋有好多呢方面嘅經歷，咁當然亦都有佢日本人嘅民族性嘅限制，咁所以我哋香港人可能呢就作為一啲嘅參考，咁所以都想大家可以睇翻我嘅連結去聽一聽呢本書，可能對大家呢都好有啟發嘅。咁順帶一提呢，咁我就會喺6月7號自有機會呢喺屯門嘅教會裏邊做一啲分享退休理財講座嘅。如果想大家知道當中嘅連結呢，咁可以私信我啊。咁希望喺到時候6月7號嘅下晝2點鐘到4點鐘一個小講座嘅裏邊都見到大家。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下次再見。